你知唔知足球場有幾多條草啊？可唔可以同我清楚解釋多次咩越位啊？11人足球係包唔包括籠㗎？越位係喺人哋嘅半場，唔可以前過佢哋尾二嘅防守球員。其實啱嘅，啱嘅。西班牙嘅 Gavi 啊，即係佢令到我呢個唔留意足球嘅人都認識佢，亦都 follow 咗佢嘅。哥倫比亞都有個靚仔啊，就係詹士羅迪古斯啊。佢除咗踢波勁咧，大家一定要睇佢2014年入嗰球世界波，再去佢 IG 睇，其實個樣都唔差。做少少功課，譬如規則上先啊，係幾時掉交嘅球啊，幾時會角球、罰球或者12碼呢啲，如果預先做定功課咧，就可以減卻呢個一來一回嘅可能有機會敏陣嘅情況。問球星咯，即係可能嗰個人係邊個嚟嘅呢？咁可能因為球星真係好多，所以可能真係會唔熟嘅。如果係球迷嘅話，佢係會好樂意去話俾你知。你越睇呢，就會發現越多嘅寶藏。